你的設備需要維修嗎？我們提供免費診斷。我們上門取件和送件，無需致電或出行。維修前先發送報價，你確認後才繼續。簡單、透明、專業。連結在簡介裏。今次我哋會講解點樣為 MSI MS16R3 筆記本更換電池。隨着時間推移，電池效能會減退，定期更換可以令你嘅設備恢復到最佳狀態。首先，你需要準備一個新的電池，建議選擇原廠或高質量的替代品。你可以透過我哋提供的免費診斷服務，了解你現時電池的健康狀況，確保你選擇正確。接下來，關掉筆記本電腦，並斷開所有連接的電纜。然後，翻轉筆記本，使用螺絲刀小心地卸下底部的螺絲，確保所有螺絲都放在安全的地方。卸下底蓋之後，你會見到電池的連接線。小心地拔出電池連接器，然後取出舊電池。你的設備需要維修嗎？我們提供免費診斷。我們上門取件和送件，無需致電或出行。維修前先發送報價，你確認後才繼續。簡單、透明、專業。連結在簡介裏。